起大落，我的小花小果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你缠住鳄鱼不让他接近李欢是对的，可是你为什么放着李欢他们那一伙人一起去郊游，而不去阻止呢？还在这花前月下卿卿我我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本将军放在眼里？说！冉冉不敢，请将军息怒。不敢不敢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我现在命令你，火速赶往李欢等人郊游地展开行动，给我迅速捉拿李欢和小皇帝。遵命。有救了！我手机呢？完了，可能是刚刚。蠢女人！怎么了？要不要去旁边坐会儿？不要，我要拦车回家，我要摆脱你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你等等我嘛！哎，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我看见你长什么样子了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。失败，看你那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还是我来吧。闪开！喂！ 真是人情薄如纸。如果以后我碰到，一定会停下来的。喂，蠢女人，你装死也拦不到车。哎呀，喂，你起来！你发烧了，你快给我醒过来！一个弱女子，天天装什么女汉子？ 小空哥，小空哥，拦不到车，我背你走。我们现在就走。
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麻烦！这位大哥，我朋友病得很厉害，可不可以麻烦你送我们去医院？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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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所以你这次的角色呢，是女主角的好朋友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是很重要。正好你来看看这场戏，我觉得这场戏呢，你试一下这个。叶志偏，哎呀，我看你呀，最近好累呀，让我给你按摩按摩，好不好呀？是这里吗？我的手法是不是很棒啊？啊，对，就这儿，啊，用力，哎呀，用力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，舒不舒服啊？啊，爽，哎，这里吗？哎呀，我爽，太舒服了，哎，太舒服了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卑鄙无耻下流！哎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彻底完蛋了。我的女神，今天的事情请原谅我，只有你才是我叶波心目当中永远唯一的女神。你干嘛呀？我还要去片场呢。今天的事情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今天是那个女的，她又把我摁在桌子上，然后跟我说什么叶志偏，你辛苦了，我给你按摩按摩哟。不是我让她做的呀。我知道了。麻烦你让一让，我要去片场。你看，我是带着诚意而来的。你赶紧起来吧，让记者看见了，还有你在这求婚呢。放我吧你！这大晚上的，你让我往哪儿翻滚呢？再说了，这哪有记者？芬妮，还是没打通吗？还是没找到吗？啊，那姐姐怎么办？我们出去吧，找救援。那好吧，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吧。那姐姐怎么办？别难受了啊！小白脸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调皮了。父皇和妖女一定没事儿，一定没事儿。说不定，他们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呢。别难过了，啊。好两波，拿着拖把快点！说你呢，还想不想干活了？好，行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那边。哎，我有了，有了，记住，替我美颜起，回头请我吃饭啊！你最帅，走你。是。好，帅哥，来个巧克力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一会儿见到芬妮，听我说完对不起，一定要记得说，请原谅叶波，记住没有？好的。就这五星最帅了你，已经。
芬妮，对不起。你别在这骚扰我了，否则我就报警。不是。哎，等等，干什么？开工了！搞什么飞机啊？你搞什么飞机？谁搞飞机？走，都他娘走！白教你们了，白玩了，白玩了。酒呢？鳄鱼啊，在这儿，来，喝一个，敬我们猜不透的那个屋们。越好奇呢，就越着魔；越着魔呀，就越忐忑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？鳄鱼，你以前笑话我说我不说人话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说的这个意思，你就是个忠犬兽。不过还好你陪着我。妈妈陪着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皇上，他没事吧？喂，对不起，我失手了。现在吗？去哪里？芳芳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！你发烧了！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他现在需要去医院，快来人呐，放了我们！你是司机，
送快递的。你的反应怎么这么慢呢？这个笑声怎么那么熟悉？我告诉你，现在马上放了我们！他现在需要去医院，快放了我们！你还是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。沦为阶下囚的你，竟然对我这么指手画脚的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皇帝吗？你快把水给他！你无非就是想要钱，你想要多少，我全部都给你。啊？还是你想要我所有的家产？好啊，或者你把他放了，压着我一个人就行。真是了不起呀！我竟然让老朋友跪在我的面前，低三下四的求我。哎呀，我实在太难受了。更难受的是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，愿意放弃你所有的一切，太让我痛心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有没有胡说，他最清楚。要不要我弄醒他？别动！我警告你，最好放我们出去，不然等我的人来了。你的人来了怎么样？你的人来了怎么样？我卧薪尝胆，妻离子散，阴阳穿越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你说我能这么轻易的放你走吗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要你的血。哎，你们要进去必须先登记。还登记什么呀？人都这样了。你好，请帮我找刘医生，就说任静找他。美女姐姐，求求你了，让我们进去吧！皇上真的不能有事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皇上。柳儿，你就别进去了，这里有很多我的学姐学长，我去打听一下情况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不要担心了。皇上，哎呀，佛祖保佑，菩萨保佑。喂，什么？老大出事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水很贵的。你是谁啊？放开我们！你这个坏蛋！你们怎么说话都一模一样，真没意思。哎，冯小姐，你还是喝水吧，这个水真的很贵的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要是识趣点，就赶紧给我弄点药来。如果他有点什么事情，我宁愿死，也不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他不会出事的，因为只有他才是制约你的砝码，我不会那么笨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现在要是没力气，就省着点，别说那么多话了。他刚才说什么水很贵，还有什么制裁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刚才喝的那杯水值100多万，等我回去慢慢跟你算。100万！100万都够我爸等一个人办理你的魔爪了。你还能说笑就好，我就没有那么担心了。好冷啊！
害怕，才挤白了头吧？没事，只是在这里没有针打，回去补一针就好了。其实我一直都没有问过你，你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希望记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我就不会。很痛是吗？原来以为是不能承受之痛，后来才发现还有比那更痛的。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没什么线索。他们该不会私奔了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开玩笑了？我找到一段监控，他们上了一辆车。就是这辆。没有牌照，有鬼！而且，这个人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我也觉得有点面熟。你们俩都觉得面熟，会是谁呢？我会调查清楚的。切！怎么了？是不是昨晚着凉了？先休息一下吧。逆向思维一下，昨晚那么冷，峰峰和李欢一定是饥寒交迫。峰峰本来就体寒，说不定已经冻感冒了。你去联系一下附近的医院，看看有没有他们的登记。如果有的话，说明他们只是来不及通知我们，是好消息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得马上报警了。好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